有这个善心的企业捐赠着复康巴士，和婚林福建青年协进会来造福着身心障碍的朋友。 婚林福建青年协会长期来拢咧照顾县内身心障碍的朋友，复康巴士对因来讲正要紧。民意代表就去找善心企业交付全国头一台关天棚的巴士，来造福行动无方便的朋友。它是整台原装进口，所以这是我们台湾第一部这么好的一部复康巴士。这个巴士除了天棚较悬以外，操作设备拢是全自动的。 正常咱即摆外口一般市面上的复康巴士，拢车体习惯拢才130至135公分啦，吼，其实是无适合坐电动轮椅的人坐啊。它这个高顶自排的复康巴士是我们的第一辆，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希望身心障碍者伫各方的拍拼之下，因的福利会使愈来愈好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